来，乡亲，咱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，讲有警察为着要争取到职校甲查仔斗空啊，来做不实的笔录。这个查仔先去共偷牵车，了后甲警察讲，警察来破案领奖金，这个奖金结果甲查仔来分。检察官带回8个员警来门口警，3个人交保，2个人请回。新北市警察局的督察室来强调讲，未放任这款的行为，一定会追查到底。 就觉得很冤枉吗？可能为了要摒窃对职校被怀疑涉嫌做不实的笔录，涉案的员警拢无想要加讲。要不要澄清一下？依照检方的调查，发现新北市有员警涉嫌要求几名惯窃承认偷牵车制作不实的笔录。 这惯窃内面有人向检方边口供，表示讲是警方安排。因讲是因主动通报，犯这个机车窃盗案件时间甲地点，也有车辆停的所在，才由这个警方去牵车，宣告破案，处理这个绩效奖金，事后才发奖金，互因当作回报。这摆有调8个员警，一个问过了后，有2人请回，3个人交保。 其实，伫较早嘛捌发生过类似的状况，员警会要求嫌犯斗相共，将被害人的奥多摆从价点锁到1点，等被害人报案讲伊的车互偷牵去，员警才去问这个嫌犯车停伫倒位，嫌犯才佫讲出这个位置，用这款方式来赚破案的奖金。 新北市警方是强调讲，即摆是主动请地检署检察官侦办，若是相关的人员经过查证，真正有任何违法的所在，会追究到底。